嚟緊星期三晚，沙田馬場將會舉行9場泥地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傍晚6點45分。心水清嘅網友應該會留意到我哋 DWQ 賽馬頻道，經常會分析黃寶妮嘅坐騎，由跑1000米到轉2個彎嘅1650米，可以睇到佢越來越進步。今季泥地出賽40次，有7 win， 2個第2， 2個第3，上名率極高。而且黃寶妮響訪問入面提到，佢會帶備眼藥水同洗眼水入馬場，當泥沙入眼嘅時候可以方便洗，可見黃寶妮對於響泥地出賽有充分嘅準備。今次一如以往，我哋將會同大家睇下黃寶妮邊匹馬要拖，邊匹馬可以飛呢？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黃寶妮星期三將會有8匹坐騎。第2場9號標之多多，預料今仗快馬唔多，仍然有力一爭，一定要拖。第3場2號有派頭，見習騎師黃志宏贏到嘅馬，黃寶妮都一樣贏到。今場對手唔多，排大外檔都唔怕，三甲要預佢。第4場5號連連勝利，賽前試閘起步嚴重失蹄，劃得。第5場3號贏得自然，上場大勝，加咗9分，今場排大外檔，劃得。第6場13號聶境追飛，灰馬肯定識跑泥地，唔好劃佢。第7場11號超越名區，呢匹馬上季轉去練馬師何賢道，跑咗10場，有8場係第5名或以前過終點，但仲未贏到馬。今仗抽到過一檔，應該係時候交代，可作二重彩膽。第8場12號艾利奧，不得不稱讚練馬師大衛希斯部署嘅功力，呢匹7歲嘅老馬，今季竟然2 win， 仲要2仗都係配減磅嘅見習騎師。上仗用黃寶妮贏得漂亮，預料今仗形勢相若，三甲要預佢。第9場1號星狼區，練馬師廖康銘最近運氣唔太好，啱啱嗰個星期日嘅打比大賽，佢派出嘅馬足完抽咗個大外檔，騎師霍宏星沿途留守包尾，入直路飛出大外搭，末段做出全場最快時間，可惜為時已晚，過終點僅敗。今場星龍區都係抽咗個大外檔，形勢不利，可以劃咗佢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